欢迎大家收听听台语唠英文。Learning English in Taiwanese。今日要讲的单元是06甲07。后礼拜就是小明这组要上台报告的时阵咯。小明非常的苦恼，因为因这组拢也未开始准备，所以小明就约伊的组员阿华甲阿朱伫放学的时阵到因厝来做伙参详。小明的房间平常时真分大清理，所以阿朱到了小明的房间了后，互这种乱糟糟的景象惊到，伊吞一口气的讲：这个房间真正是06甲07啦。The room is at 6s and 7s。这个时阵，小明伫边仔听到这句话，忍袂住出现一句 OS： 啥物？我房间要出乐透的号码 What? My room can reveal lottery winning numbers. 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小明若去签乐透是绝对袂对的。是安怎呢？因为这句话，我这间房间真正是06甲07，伫英文内底是表达乱糟糟的意思。另外一种用法是啥货咧？你若想要讲我的心情乱糟糟，毋知影安怎办才好，你会当讲 I am at 6s and 7s.I have no idea what to do. 最后，咱阁复习一遍，伫06甲07，也就是乱糟糟的意思。At 6s and 7s. 你若要讲这间房间乱糟糟的，你会当讲 The room is at 6s and 7s. 又或是你要讲我的心情乱糟糟，毋知影安怎办才好，你会当讲 I am at 6s and 7s. I have no idea what to do. 安尼各位朋友拢有了解吗？另外，顶一回有一位朋友大考官啊，伊讲听咱的节目，那亲像咧听《聊天顶传奇》，真正是误会咯。聊天顶是袂晓讲英文的哦。同款啊，恁若有任何意见，请伫后面来做表达。后一回咱就会做回应。今日的单元若无清楚的朋友，卖当加听几摆。咱期待后一回再相逢。